當掃描資料嘅時候，有時會遇到唔同種類嘅文件，如一般紙張、收據、證件等，但礙於唔同尺寸，甚至張數太多，導致不能以單一 PDF 掃描。呢個時可用連續掃描功能，於設備主畫面點按傳送，與地址簿選擇傳送目的地，點按基本功能，點按連續掃描，點按使用，將文件放置於送稿器或者放置於原稿台。點按啟動開始掃描。完成之後，再將文件放置於送稿器，或者係放置於原稿台，然後點按掃描下一份原稿，繼續掃描。最後按掃描完成，結束掃描。